李岩。美国第一篇小说家O. Henry 写过一篇关系翁某要离婚的故事。讲伫中南部的天纳市，有一对住伫山内的翁仔某，迄法年要求要办离婚手续，伫法官面前互相斗对方真害，根本无法度阁生活斗阵。法官讲，若确实是双人的意愿，安尼。交5块银的手续了，就会使开一张正式官方的离婚文件互因。做翁婿的总财产拄好是一张摇屁屁5块的银票，就交法官。因某讲结婚10外冬，一时无底气，咸菜就去搁较深山遐挖去伊的大兄过日。毋过，要行遐远的路途，应该要有一双鞋仔通穿，嘛顺续买一领外衫。伊甲法官要求因翁爱互伊5块银做离婚后的补贴。执法者认为这是公道的请求，命令翁婿就搁提出补贴金互因某。查甫的讲伊无半仙啊，若明仔载。凡事伊会当倾出这笔钱。法官讲，离婚文件先放假，听候伊当面付出5块，才会算手续完毕。执法者为着今仔日有5块的收入，下班的时心情欢喜，殊不知。中途拄着抢匪，把迄5块劫去。反正讲，迄对翁某真是过来，因伫城内朋友兜暂居一暝尔。翁婿当法官的面。认出一张摇屁屁的5块银票出来，交因某。法官嘛甲文件发互因。翁某3时的时，某惊翁一寡生活细节未晓，交代伊真济日常杂事。讲到尾，才知两人拢是咧讲气话，根本拢无真正想要离婚。法官警告讲，因这时毋是法定的翁某关系，若去带做伙会违法。买手，因某佮甲迄张5块纸票交出来，做办结婚手续的料金。迄对翁某才欢喜返去内山。这是一篇阿毒古典的离婚故事。假使你袂介意，无要紧，我会使去讲另外一个台湾的故，迄同款是残忍翁某的离婚事件。毋过台语甲离婚叫做离缘，就是无缘了后，佮着爱离开生活环境的一切。离缘是两个人的代志。一对翁某。毋是社会有啥物名声的人，大家也无甲伊熟悉。我应该先甲因介绍一下。你敢捌听过准寮这个所在？凡说你知，毋过无的确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砖头。
台湾共款地号名的是满四季。我讲的准了啊，是粉仔社大迄阵。你毋捌粉仔社？五分是为日本时代就做保正的神事，为了尊存伊，拢叫伊粉仔社。粉仔社一生钱势骄纵，婚姻美满，家庭幸福，无啥事会互伊超凡跨心。简单一个万仔查某囝连治，真该连治。粉仔社三个后生拢真有出脱，栽培去日本读册，未来毋是医生，就是辩护士。这个连治毋知出世的时辰冲煞着啥物，真恶教师。自细汉就爱耍，读册是歹册歹啊对送的。国校出业了后，同学就去学剃头。厝内本底是无运准，毋过连治自来也性格伤骄，爱风就风，讲雨就要有雨，无随在一起也袂得。学万般功夫，拢着3年4个月才会出师。剃头嘛共款，连治头啊兴兴，尾啊冷冷，几工心色性过了，愈想愈无趣味。师傅哥甲伊讲，学剃头毋是亲像你想的遐简单，一支刀来剑剑，杀伫手呢，人去甲面甲规粒头壳交互你，无用心斟酌，免哪会使？连治无迄款耐性，无到1个月就落跑，转去食家己。这个姑娘啊，伫迄个时代来讲，会使讲是伤过活跳，骑一台红记记的铁马死过去，无一个私营。嘛去学裁缝做洋装，百货店做店员，戏台卖票顾口兼顾铁马。对戏班去要学歌仔戏，会使讲人若少就去，无所不至，无一道功夫学出师上手的。加在厝内无欠伊斗趁钱，粉仔社也着准天面臭耳，故在伊心色性去舞。目一个年，得18岁啊，愈大汉煞愈水。附近一个少年啊。那好神想要谈草叶啊，行脚到的所在，就对咧赢赢飞。老母烦恼查某囝，真早晚会互人怪去，做出什么见笑代？像讲宁可较早嫁嫁咧，做人的新妇，凡事较会定着。粉仔社有伊的社会行情，目头思想会较悬，按算。要甲查某囝做互门风较相当的，讲是富上添富，贵搁较贵，总是嘛为连治的幸福设想。哪知连治煞去介意到一个卖鸡汤的贩啊，听伊拍铁马，对卖鸡汤的一装一装玲珑色。粉仔社替伊找的竞赛条件真好，伊就是无爱，身甲坑都袂翻车，佮应嘴应字讲，你干那知影钱甲地位，无感情是要安怎做红某？我甘愿嫁善人，3顿食糜配菜脯，才无咧计较好野善咧。你若有影遐介意，袂晓你家己嫁。看两个阿嫂结来咱兜，连讲话都毋敢伤大声，实在可怜。我绝对毋嫁互好野人做新妇。到尾，老爸切心，下当话讲。甲你安排一条好好路，
你毋行，爱死免惊，无鬼通做。鬼去，甲你去互一个上善上毋正样的，看你会后悔未？查某囝说应讲，计较杀的，嘛赢你迄个少爷。甲准疗啊比起来，德维啊这个装名应该更较普遍。我讲的这装，离准疗啊差不多徛铁马40分钟久，算起来是同关无共相近。德维啊较单纯，无亲像分啊社这款大粒人物，毋过嘛有像阿文哥这款怪人。阿文哥因兜是做少，这3分土地算爽乡人。伊大部分的时拢会找工找房，加减趁寡补贴家用。迄时的庄脚要找会趁钱的工是真亏。布田、烧草、挂稻啊，拢是大家相放伴，无钱通趁。结果是甲人洗田、拖甘蔗。步步拢着挖靠牛，人甲牛的关系真亲。若讲到阿文哥的日子，甲伊的牛是无啥争差，做面做日，比牛较忝。我听厝边讲到阿文，拢是笑说讲，迄只牛